讲到在地人的回忆，议员陈英丁表示，为伫小巴夜市边仔当地18会一定是其中之一。虽然2017年以后，观光招商出现变数，不过南山人寿新的合作团队已经提出2022年10月完工，加上紧2023年开幕的好消息。不过，议员烦恼受疫情欠工、加建造变更等状况，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立管对中协助，甚至招商引进仪器啊。好，那大家都很期待说，那东帝士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吼，当然是一直等，等到了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听到说，这个地方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个六福皇宫的这个六福庄、六福饭店哦。那结果在隔年的时候，因为大环境的关系，所以他又喊卡了。那一直又等了这些年哦，所以到了去年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听到说，好像这个台南南山的台南广场重新变更设计，然后未来可能由这个微风广场来进驻，那影城的部分由这个秀泰影城会来进驻。去年109年的9月的时候，也协助他们在建造的部分进行相关的变更。是。那这次的疫情的时候，确实不容否认，它在中间的部分施工部分有稍微缓一下。一方面是他们现在在这个找工的部分有一点困难，那其实经发局这边有做一些协助。是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它会是地上12层、地下2层这样的一个建筑物。地上12层，那目前已经盖到6楼了。是。那招商的部分呢，我们有询问过南山目前已经有大致上跟议员所讲的方向很接近啊，但是因为他也直接讲明了，这个是属于他们内部的机密，所以他也不方便对外透露这个所谓厂商到底是哪一家。是但是我们也觉得南山在目前在择商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的。是那预定大概在112年大概上半年左右，它会完成相关的开幕。那如果还可以有了我们台南人很期待的 IKEA 哈，甚至是鼎泰丰等等，我想这个一次满足所有台南人期待哈，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能够殷期望的了哈，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经发局这边哈再继续努力啦哈。议员除了期待新的百会再现当地欢迎，嘛关心2024年当然要推动建成400栋的相关计划，已经成立筹备委员会。不过根据了解，对去年12月2日到今受疫情影响，拢无开过会。议员除了烦恼影响相关庆典的进度，嘛希望市长亲自主持，积极来筹办。而且市长也是主任委员，是召集人哦。那市长，您不应该亲自来排除万难，主持这样的会议，了解一下各局处重大建设状况，或者是活动会诊的状况，或者是活动申办的状况，因为接下来剩下3年就要迎接建成400年了，很多工作要做。如果现在没有申请，其实3年后绝对来不及。面对建成400栋的庆典，议员嘛进一步要求市府将资讯公开，促进政府民间合作以及全民参与。台南新闻顾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